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9章18节到24节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6节。今日是2024年6月27号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欢喜。受好调的人，基督徒应该着爱追求互上帝来欢喜。就亲像伫罗马书12章第2节，保罗的劝勉的话，伊甲罗马教会的信徒讲，毋通来模仿这个世界，着爱心更新来变化。互恁来查看上帝的良善顺转所通欢喜的旨意，但是上帝所呼召、所膏抹的所罗王所追求的，拢是自我，却毋是在追求上帝所欢喜的。撒母耳记上卷19章18节到24节的记载，大卫逃走去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对伊所做的代志，拢甲撒母耳讲。伊甲撒母耳就去住伫拿约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卫伫拉玛的拿约，扫罗派使者去掠大卫。因看见撒母耳做头带一阵先知入神讲话，上帝的神临到扫罗的使者。因嘛开始入神讲话，有人将这个代志来甲扫罗讲，伊阁派使者去，因嘛入神讲话。扫罗第三摆派使者去，因嘛入神讲话。后来伊本身嘛去拉玛，到西谷的迄个大谷井的边，有人问人讲，撒母耳甲大卫伫倒位？有人甲伊讲，因伫拉玛的拿约，扫罗就去拿约。上帝的神嘛临到伊，伊伫遐入神讲话，一直到拿约。伊甚至脱衫伫撒母耳的面前入神讲话，规暝规日脱体倒地。因为安尼，人讲，连扫罗嘛做先知嘛。大卫受到追杀，走投无路，因为扫罗王甲伊的军队者已经追到伫大卫所秘的所在。但是上帝并无欢喜啊，就用圣神的充满来阻止因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讲，因为因会通反悔来得救来欢喜。保罗欢喜真重要吗？当然毋是上重要的代志啦吼。但是一个教导者会真欢喜，伊所带领的教会基督徒愿意来悔改，来归向上帝。教导者当然欢喜啊。当然重要，因为教导者就是要带领这群受到教导的追求上帝的欢喜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6节来提醒，恁着用宽大的心来对待阮。阮毋捌亏欠人，毋捌害人对了，毋捌骗人。我安尼讲，毋是要甲恁指责。我以前捌讲，阮真疼恁，愿意甲恁同死同活。我真信任恁，用恁做看口来充满安慰。我伫阮一切的患难中间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阮到马其顿以后，身躯无通休困，反倒逐项代志拢拄着困难，外面有纷争，内面有惊吓，毋过安慰失志的人的上帝有车提倒来，互阮得到安慰。
若因为伊有来，佮因为伊有讲起恁安怎甲伊鼓励的代志，伊有甲阮讲起恁爱记我，恁的心艰苦，甲面对我的热情，互我更较欢喜。我前迄张批，互恁的心艰苦，我无后悔，因为知影迄张批有互恁的一时的心艰苦，我捌后悔。总是现在我真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心艰苦，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抵到恁悔改。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所以阮所做会对恁无伤害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来互恁悔改，通得到救，阮就无啥物通后悔。毋过俗世的艰苦心会互人抵到死。恁看，上帝遐尼贤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才互恁遐尼迫切避免家己的清白，遐尼愤慨，遐尼有警戒心，遐尼有期待，遐尼热情，遐尼激烈且谴责不法。伫逐项的代志，恁已经有证明家己的清白。所以虽然我有写这张批，毋过毋是为着迄个互人吃亏，还是迄个受人吃亏的人，是要对恁表明恁伫上帝的面前对阮的热情有偌深。因为安尼，阮有得到安慰。阮毋但得到安慰，嘛因为看到提多的欢喜，搁较欢喜。因为伊的心有对恁大家得到激励，我要对伊包奖恁无互我流气。我逐项代志拢对恁讲实在话，我对提多包奖恁的话嘛是实在。所以伊想起恁大家安怎顺服伊，恭恭敬敬甲伊接待，伊对恁的听就那深。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完全信任恁。安尼，保罗就会通信任因，因为因开始行伫正路顶悬，会通讲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来欢喜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伊深研究叫你，主啊，你听我的声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会听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恳求主帮助阮，诚做你所欢喜的仆人，互阮会通行伫正路顶悬，无偏无移来跟对你的道路。祈祷恳求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